由这个台大恩士林甲南投县义乡拉门岸部落的青年，共同推动实施的小米回家的计划，已经到会当收成的阶段了。主办单位邀请到地方的时代甲部落的青年，共同来分享采收。 摕家己采收的细叶，欢喜翕相留纪念，为着彰显过去传统社会，大家同齐采收细叶，邀请部落的族群和对传统文化有兴趣青年，共同来做学编怎采收细叶和拔细叶的方式。重新回到思考人跟土地、人跟环境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来采小米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学习。台大县拿第2年细叶当来到厝的行动计划，今年是继续推动，嘛和当地青年发起回坡计划。 也是希望说，重新可以把这一个作物重新把它带回到我们的部落，来振兴我们整个的部落经济。这摆收成的细叶产量无算多，不过回坡计划精神，就算干那到煮一点饭，拢是一个真好的开始。希望看侪人会当将族群重要的细叶文化找到转来，嘛该传承落去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